emoji 估明星。你可能唔識佢，不過呢一拖之後，你一定會識呢條橋噶。原子橋方齡25，近日哈魯維喺 Ocean Park 被影到同何猷君拖實晒嘅就係佢，一個小丑，一個小丑女，真係好單對噶咋。睇翻資料啊 ，Coco 係本地女子組合少女標本成員，據知家境唔錯，爸爸喺大陸做生意，家住貝沙灣。據身邊朋友透露，佢有錢程度咧係可以碌卡買架跑車。喺澳洲悉尼國際管理學院畢業之後入咗娛圈5年，工作量並唔多，不過喺大台都叫有出現過嘅。哈哈，反觀情史咯，先係同巨聲幫嘅大媽周志曼，之後再同向佐一齊，點知嗰陣時向佐咧身邊已經有大陸女星黃秋子 ，Coco 當時仲要出動埋同向佐共養嘅黑喵嚟示威添。不過家陣事過境遷，俾人影到同賭王個仔拖到實，唔知劇情又會點發展呢？